如果購堂只係單純只買地方，咁呢個地方只會係冷冰冰嘅建築物。但係教會唔係指建築物，教會係被分別出嚟歸神，充滿住好多生命見證，延續耶穌基督使命嘅一班人。興起建造無懼風雨，哪懼怕艱苦？那時未見，縱然未見，仍在挽手堅守，學習像主基督，努力回應實踐使命，不用懼怕改變正發生，主神導引。為咗更有效回應使命，我哋需要一個長遠穩定嘅地方，成為傳福音嘅基地、牧養門訓嘅場所，同埋社區服侍嘅空間。感謝新生命堂卓牧師、一眾執事、屯門新生命堂顧問梁永泰博士、羅澤文醫生等嘅共同努力，最終喺2024年嘅4月21號，經會友大會正式通過，以400萬嘅價錢出售協邦1樓12至15室，支持屯門堂繼續延續新生命堂嘅異象，回應耶穌基督大使命。建堂唔係一朝一夕，而係一條信心之路。我哋經歷咗禱告嘅等候、財務嘅挑戰，但一次又一次見到神奇妙嘅手帶領同供應。弟兄姊妹眾志成城，因為我哋知道建立教會就係建造生命，所以透過大家嘅奉獻，舉行唔同嘅籌款活動，為今次購堂出一分力。